敬畏神的格跟能力。我们在你的面前，愿今天的礼拜领受祝福。我们在你面前预备自己，献所有的孩子在你的手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现在牧师说：“上帝啊，给我力量。”你们有一句就是这样的，你们就要大声的说什么？阿门。好，上帝啊，给我力量。阿门。再一次，上帝啊，给我力量。阿门。好，就位。好，请坐。就位。那个敬拜赞美准。
大家平安，平安。咱做伙来敬拜，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着新皮带，每天要赐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着新皮带，每天要赐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让我们一起来唱，只要有你在我左右。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君，求你的恭敬，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
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我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我们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顺利地完成夏令营。在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如何在错误中学习，以及团队合作。今天是我们的青年主日礼拜，求你让我们今天所有的事都顺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再唱一次，只要有你在我左右。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天使天军，求你的攻击，我要更坚定，信靠你，你是我力量，你是我永远的拯救，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谁能控告？谁能抵挡？我是神所拣选的，我是神所拣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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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靠着你的圣灵，你的应许，永远不放弃。只要有你在我左右，我必不惧怕。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神啊，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奇事。我
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现在，请大家安静心下来，然后再来唱一次《永远的依靠》。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以赛亚书26章4节说：“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们当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才能，不是依靠任何势力，单单依靠万军耶和华的名，就能成事。现在我们用全心依靠的心再来唱一次。每当有困境阻挡，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以色列王亚哈是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人，伊找犹太王约沙法做伙去攻打伊的敌人。耶和华上帝虽然无欢喜约沙法王参加这个代志，但是伊犹原帮赞约沙法王平安回去到耶路撒冷。有一个先知耶和出来迎接约沙法王。经过一段日子，摩押人、亚扪人、米乌尼人做伙来攻击约沙法王。
咱要寻求耶和华的帮助。各位百姓啊，咱做伙敬食祈祷，咱用正直祈祷来寻求咱主耶和华上帝的帮助。这是我的选择。上帝啊，求你保护我，因为我靠你。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你是我的主，你以外我无福气。这是咱来唱圣诗70首，圣诗70首。上帝管理天地甲海，愿人专心学乐敬拜，无通报答上主仁爱。万福的主，请咱起立用全首。
请咱犹原徛咧，用使徒圣经诚做咱的信用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都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陵内受苦，顶是过死埋葬落灵母，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的启应。启应文第一篇，伫信息的后壁面。启应文第一篇，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人的位。这号人有福气。伊所欢喜的，就是耶和华的律法。年节善事的，也是伊的律法。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焦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歹人毋是安尼，亲像土坑，互风吹散。所以伫审判，歹人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无。阿门。这是咱搁来唱圣诗173首，圣诗173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即时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敬虔跪拜。道义经白上帝，信靠主免挂的，俄乐依到万代。请咱坐咧用全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为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的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专一，虔虔跪拜。我的前辈上帝，亲靠主免挂来，我乐依靠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大家同心敬拜，万事万众为敬拜。现在，因门靠到天来，地塞向东滚进河塞，滚进主阿罗条，万松岩壁下。
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互阮平安度过即礼拜，会当来遮敬拜你。虽然阮真软弱，亲像约沙法王，侪困难无法度一个人来解决，有时嘛会选择逃避。但是主耶稣，阮知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互阮，毋管拄着任何困难，只要我靠你，你就会带阮到上适合的路。嘛求主耶稣保守阮平安度过即个疫情。虽然还未结束，但是阮渐渐要恢复到以前的生活方式。求上帝看顾即个过程，互阮一日比一日搁较进步。嘛求主耶稣加持阮，互阮一日比一日搁较亲像主耶稣你所欢喜的模样。阮嘛将身体欠仔的人交托互你，求你医治因，带因脱离病痛。主耶稣，阮知你互阮的恩典甲怜悯，每一日拢是新的。虽然每一日嘛有新的挑战，但是求你将阮所受的试炼，会当得到相当的利益。阮要将等一个讲道交托互你，互你的话真做阮的快乐。阮伫遮感谢你，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阿门。上帝有讲，就是叫其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讲，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讲，就是拄起世间的罪，赐我平安。约沙法王按全国百姓宣告敬食、祈祷，求上帝帮赞。我伫你的爸啊，你的手中有大能有大力，这是无人会使所讲的。当伫即时患难的时阵，主啊，阮需要你，求你接纳阮的祈祷。虽然阮无人做当遐的对着，但是阮的心甲阮的目睭要单单仰望你。Listen, all Judah and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nd King Jehoshaphat. Thus says the Lord to you: Do not fear or be dismayed at this great multitude, for the battle is not yours, but God's. This battle is not for you to fight. Take your position, stand still, and see victory of the Lord on your behalf, O Judah and Jerusalem. Do not fear or be dismayed. Tomorrow go against them, and the Lord will be with you. 感谢老主，上帝的确听到咱的呼求，咱一定会得到拯救。感谢主，咱打即马准备好，咱亲着上帝圣洁的礼服，用诗歌伫大军的面前学了咱的耶和华，耶和华的主啊，永远伫地。
咱三家来恭守上帝的话，伫诗篇第8章第1节到第6节。诗篇第8章第1节到第6节。第1节，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高其悬大，你将你的恩典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治的缘故，对囡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治甲报怨的竞争。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甲你所摆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孝良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眷顾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搁赏赐伊恩典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下万米伫伊的骹下。接续咱搁来读《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5节，《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到第5节。第1节，迄时，学生加天侪。有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讲出怨言，因为大力的攻击无顾着因的寡妇。12个使徒叫众学生来，对因讲：阮将上帝的道理放下底，来办理食食，毋合宜。所以兄弟啊，对恁中间竟有好名声、受神。甲智慧充满的世人，阮就设立因管理这个事。阮要全部祈祷传道，众人欢喜这个话，就竟司提反，伊是有信甲信心满满的人，搁竟回入比勒哥罗、尼加那、提文、巴米那，甲捌入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以上。讲到性命的自主管理，请曾牧师。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一年一摆，咱的青年因会举行一个礼拜，中间来担当教会真神圣礼拜的事奉。所以伫每一年，咱的青年咧主持即个青年主日的时，拢会经一个圣经的人物。来代表迄个主题。今仔日所讲的即个圣经的故事，叫做一个以色列人的王，叫做约沙法。这是伫以色列人历史中间一个真特别的王。咱若对旧约咧读的时，咱会了解，其实圣经记载犹太人的国家做领导者的人，真侪拢毋是一个真细正、真健康的领导者。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要请兄弟姊妹来用祈祷的心，咱来陪伴咱的囡仔。因为恁若了解恁的囡仔，我深深相信恁了解，恁嘛期待，咱的囡仔会当真侪上帝所使用、上帝所欢喜，将来有路用四正的领导者。所以今仔日我甲咱做伙学习的这个题目，是为着咱的囡仔的祈祷。囡仔对细汉成长有一个最要紧的生命的功课，就是管理家己。一个袂晓管理家己的人，真困难将来做一个真好的头家。恁敢同意？将来若要经营一间好的公司，伊应该会伫细汉的养成的过程顶悬，承受着真好的训练，伊才知影要安怎来管理上帝所予伊的产业。伫即个礼拜中间，我要邀请兄弟。将上帝所赏赐恁的宝贝，你家摕伫你的手中，你甲上帝讨讲，主啊，求你予我甲我的囡仔做伙成长。我要将我的囡仔献予你，将来伊要做上帝你所使用的工人。今仔日咧讲起约沙法这个国王，伊伫拄着困难的时，拄着对着国外来的这攻击的时，伊设立一个圣歌队，就是用俄罗。伫困难的中间用俄罗
求叫上帝，上帝互因伫恶乐的中间就大大得到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下这，咱来建立一间互囡仔甲咱做伙成长大汉的教会。伫咱要领受今仔日的圣经进前，我要邀请兄弟，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主，阮带阮的囡仔做伙安静伫圣殿的内底，我要敬拜你，恳求天父上帝，互阮的家族的礼拜，互教会的礼拜，会当真侪囡仔得到智慧的神圣的时间。主，我们伫你面前用大笔所得到的祝福来做阮今仔日的祈祷，因为以色列人的国家是对大笔来开始。一个小小的个样的囡仔，伊伫上帝你的面前就得到智慧，伊感受到上帝你的听，伊对心中求叫上帝你的事，主你有听伊的祈祷，所以后来你予犹太人世世代代拢讲起大笔的故事。主啊，今仔日阮带阮的细囝来到你的面前，阮将伊交伫你的手中，你互大笔的祝福。主，你嘛互阮的囡仔，阮伫你的面前，要静静来学习，怎样真做一个，甲阮的囡仔做伙真做生命的管家，好的管家的士大人。阮要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伫阮中间来帮助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的圣经要讲起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管理咱的家庭。一个人袂晓管理家庭，就无能力，嘛无资格通管理上帝的圣殿。这是圣经所讲的。管理是一个真要紧的智慧，管理嘛是一个真要紧的觉醒。一个人需要对心来知影讲，伊有一个责任，所以伊知影要安怎成做一个管理的人。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故事，教会的青年，请恁注意听这个故事。这个是牧师要为恁祈祷的一个故事。恁知影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叫做大卫。今仔日的圣经咧讲起大卫成长的过程顶一个真要紧的、真特别的经历，写伫诗篇第8篇，足水的一个足短的一个诗篇。但这个诗篇中间咧描写大卫伊伫人生中间一个真特别的经历。大卫是一个个样的囡仔，因为因的爸爸是游牧民族，所以因常常伫因的职业就是将厝里的羊仔该带去野外，伫野外，伫迄个草场的中间来陪伴迄个羊仔，伫一季的中间慢慢成长大汉。古早饲羊的人无亲像今仔日有真多饲料，有真舒适的农场，古早无。所以，大卫伫伊成长的过程顶悬，用伊的经历来写今仔日诗篇第8篇。亲爱的姊妹，咱用咱的想象来想讲，伫3000年前的大卫，伊怎样带伊的爸爸的羊群到伫旷野？伊伫旷野的时没有公寮，无迄种的农场，所以伫即个野外的时并无房间通互伊困，所以暗时伊需要点了萤火。甲遮个羊仔做伙困伫迄个野外中间，所以伫迄个野外中间，伊真逐暗拢会看到真特别的情景，就是伊倒伫迄个草场的时，伊会当看到天顶的星，闪闪烁烁。所以大卫伫即种的情景的中间，伊有真侪圣神伫伊的内面开始咧对伊讲话。兄弟姊妹，倒伫迄个草皮顶悬，伊看到天顶的星的时。有真浪漫的感觉，伫迄个感动的中间，伊就甲上帝讲话。所以诗篇第8篇是一个囡仔甲上帝讲话足水的所在。所以伫迄个时阵，一个细汉的个样的囡仔，伊对心中就产生一种自己的渺小。伊了解伊的爸爸甲伊讲，咱的家族是敬拜上帝耶和华的家族。所以兄弟姊妹。所以，这个诗篇的一开始，大卫对心中学了上帝讲：“耶和华你的名，较遮尔伟大；耶和华你的名，较遮尔伟大，到遮尔悬大。
因为你创造日时的太阳，你创造暗时的月亮，你将你家己的阳光放伫这个大地、大自然的中间。一个小小的囡仔，伊开始知影伊的生命甲上帝有关系。伊讲：我是一个细汉囡仔，我是一个无能力的人，但是你对我这个软只的囡仔，你设立能力来建立你的国度。代表讲，我抬头看你所摆列的迄个日月星辰、太阳、月亮甲天顶的星。伫迄个中间，我忽然感觉上帝你咧对我讲话，遐这遮尔水的话。伊讲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你摆列伫天顶的月甲星。伊忽然对心中伊讲即句话，遐这即句话只有犹太人才了解。咱咧读的时阵，当然咱有了解，但是咱的了解甲犹太人伊的了解，迄个情感上跟事实上，迄种的生命的观念。有一段距离，我解说互咱大家听。代表伫即个所在讲，世间人算什么？你少念伊；人的囝算什么？你看过伊。兄弟姊妹，伫即个所在有两个真特别的字。第一，伊讲世间人，世间人即个字伫犹太人的话叫做 Enosh， 即个字其实就是圣经内底一个人的人名。Enosh 这个字就是亚当的囝叫做该隐约伯，然后佮生一个叫做赛特。伫圣经创世纪第4章第26节内底，伊讲赛特生一个囝叫做以诺士。Enosh， 伊讲对这个以诺士开始，才知影通敬拜上帝。以诺士就是翻译做世间人。这个人的名其实是真负面、脆弱。以诺士这个名就是脆弱甲有限。为什么是大人甲囡仔号这个名？因为赛特感觉人是真有限的。无搁再先就伫伊甸园内底，上帝创造人是永生，是一个生命永远的人。所以赛特伊感觉人是渺小。所以伊甲伊的囡仔号做伊拉苏这个名，这个名有另外一个真负面的话叫做无可救药，意思就是人伫有限的活命中间，连圣诞嘛无法度互人得到永远的活命。犹太人知影这个意思。第二，伊讲人的囝算做什么？伊原文的意思就是亚当的子孙啊，恁算做什么？人的囝，伊叫做 Ben Adam， Ben 就是犹太人的话，毋是便当哦。Ben 的意思就是囝子的意思，Adam 就是亚当，意思就是亚当的囝算什么？你看过伊。所以如果将这个诗篇，犹太人特别是对1000年后，对亚当以后、亚伯拉罕以后1000年到大卫伊念出这句话的时阵。简单来讲，这个话就是讲，赛特是什么人？以诺士是什么人？伊的意思就是讲，我的先祖亚当，甲伊的囝赛特，甲伊纳苏，我的家族算什么呢？这句话毋是一个自卑感，兄弟注意。当大卫安尼祈祷的时，伊最主要就是咧讲起，我的家族为什么？伫上帝你的疼惜到今仔日，所以伊伫这个所在，伊讲一句感谢的话，甲俄罗的话。伊讲：为什么你互阮的生命、阮的家族，一个真尊贵的生命，荣光尊贵？意思就是上帝，你为什么互阮这个家族遮尔尊贵的活命？诗篇第8篇真有可能是后来大卫已经大汉啊。伊弹赢歌利亚，伊弹赢即个非利士人，后来伊成做一个国家的国王，所以伊真亲像咧做梦共款。伊讲我细汉的时阵是一个各样的囡仔，但是上帝设立我成做一个真要紧管理一个国家的人。牧师用这个故事要甲恁讲一个大卫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个直觉
甲属灵的感动，迄叫做觉醒觉醒。一个囡仔要当大人的时，伊开始会想真多的问题。伊会想讲：我是啥物人？我为什么要读册？我将来要读啥物科目？我将来要做啥物代志？一个囡仔伫伊成长的过程中，伊一定会问到：我到底是啥物人？兄弟姊妹，爱好好甲恁的囡仔参详，爱好好陪恁的囡仔，为着因的将来祈祷甲思考。所以今仔这个各样的囡仔的一个直觉，伫迄个野外的所在，上帝就开始伊备办伊将来要成做一个会晓管理家己、佮管理国家的人。现在你感觉这重要吗？你若爱你的囡仔将来有成就，爱用信用陪你的囡仔来祈祷，因为代表伫上帝的面前看到天上的日月星辰，咱讲浩瀚的宇宙当中，人会感觉渺小，伊对迄个中间伊感受到，阮的家族为什么得到上帝疼惜？伫阮的家族的四周围有非利士人，遐尼高墙大汉，但是无拍算，一个各样的囡仔用5粒石头，伊就甲迄个歌利亚甲伊战败。所以，这个囡仔伊的一生中间开始产生一个自觉跟决心。这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我要请兄弟姊妹好好陪恁的囡仔，伫因成长的过程中间，做他们的启蒙老师。启蒙老师是什么意思？开因的眼界。管理伫新约的圣经中间，这个字叫做 prohistemic， 这个字。等下我会阁解说一摆。管理伫新约，耶稣讲，一个主人要出外去，伊叫伊的奴仆来，将5000个、2000个、1000个，照着伊的奴仆的能力，这个主人交代因无共款的资金钱，有5000两银的，有2000两银的，有1000两银的。伫迄个中间咧讲的管理这个字，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做模范甲做管理，做一个保全保全的人员，也是做一个模范。因为这个原文管理的字，就是徛伫人的面前，徛伫人的面前，做一种生命的典范。所以，兄弟姊妹，咱做时大人的你甲我，咱有一个真要紧的觉醒，都爱知影讲，我今仔日若做了好，我的囡仔将来要受祝福。我今仔日若随随便便，我的生活会造成我的孩子的扭曲跟误解。也在咱敢知影这个重要。意思就是上帝互咱真侪囡仔的模范，所以咱的讲话、咱的性情、咱的情绪、咱的欲望，咱做代志的品格，拢会深深影响咱的囡仔。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家庭的管理对咱做士大人的咱开始。咱若伫教会内底受上帝的设立，做上帝的工人，咱更加应该注意今仔日所读《使徒行传》这段圣经的故事。《使徒行传》第6章伫这个所在咧讲起初代教会慢慢成长，到有一日，这个教会因为人数的加添，要管理教会，耶稣的学生因为真侪能力甲时间无够嘅所在。所以伫迄个所在，因就产生一个新的制度开始。耶稣的学生保罗、彼得、约翰因就甲这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参详讲：，阮上帝主耶稣甲阮造就，阮有一个真要紧的责任，就是传道甲祈祷。牧师上重要的责任就是祈祷甲传道。伊讲。阮无够遐的时间，通管理教会内底真侪的正清用的工作。因为圣经咧讲起当时的教会成长的时，有真侪人忽略伫教会内底的寡妇，教会内底的孤儿。圣经咧讲起教会是一个共同生活的所在，
教会伫初代教会就开始有一个就是照顾迄个软弱的人，互孤儿寡妇伫教会内底会通得到教会的帮助。圣经讲，当时因为有一寡寡妇互人忽略，有一寡单亲家庭的囡仔被忽略，所以有人就来甲耶稣学生讲，咱的教会有忽略一遮的人的需要。所以后来伫祈祷的中间，因用一个新的制度，就是选出伫教会内底帮助牧师做教会的管理的人。照今仔日的圣经讲，因选出7个人，其中第一个人叫做司提反。司提反是头一个伫初代教会的历史内底，头一个为着信仰，互人用石头来啃死。司提反当时的见证，写伫《使徒行传》讲，当伊面对这种的伤害时，伊有平静的心，脸上如天使。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无论是大笔的故事，无论是司提反的故事，咱伫主的面前，咱来领受。大笔伊的决心，伊感觉上帝你开遮尔疼我，但是佫落去有一项，伊知影上帝互伊将来要做一项重要的代志。伊写伫第6节，伊讲：你设立伊来管理你的手所做的，系万物伫伊的骹下。伫这个所在出现一个真要紧教会存在的使命。伫这个所在出现一个咱做人最基本的责任。因为创世纪对开始，上帝讲咱就照咱的形象来创造人，互伊来管理爱殿园。对迄个时阵开始，人类的存在最要紧就是一个管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是一个有特殊会晓管理，所以今仔日的礼拜，我要邀请兄弟，咱用祈祷的心来问上帝讲：主啊，我爱安怎做，才会当帮助你的教会伫得长？我要安怎做，才会当帮助得长的教会也得到祝福？亲像大兵问上帝讲：我是什么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愿咱首先经历到上帝的疼。一个人愿意领受上帝所予伊的责任，是因为伊感觉伫伊的人生中间有上帝特别的恩宠，互人疼。迄个疼会互一个人伊产生一个有自尊心、有健康的自我的觉醒。拄则我甲咱讲，迄个觉醒，就是一个真要紧人对自我的评价。伊知影我是什么人，所以伊知影一生要做什么种的代志。天父上帝用伊的疼来带咱进入伊的家庭，就是教会。上帝用疼带咱伫这个所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体会到上帝伫你一生中间重要的计划，因为伊要将所有要交代咱的代志，放伫咱的脚前，设立咱正做一个管理的人。管理佮另外一个咱一般会了解，管理就是一个控制。我要安怎来控制我的时间？我要安怎来管理我的时间？我要安怎来运用我的时间？亲爱的教会的囡仔，求天父上帝伫恁的很单纯的敬畏的心当中，上帝赏赐恁圣灵的能力。牧师要跟恁讲加油的话，这礼拜你们很认真带夏令营，虽然你们有一些不准，就是感觉讲夏令营内底，咧带夏令营的过程有一些小瑕疵，恁会感觉不是很完美。但是牧师要跟恁讲，你们的将来会更完美。你敢知迄个意思？伫人生中间无人是完美，但是你们可以追求完美。你们的将来，如果你有意识到说我要成为一个更棒的人，你们必须要学习像自我的管理。你们必须要亲像大兵，
伊有感受到上帝要爱伊做一个管理，伊的创造的一个人。这是牧师今天为你们祷告的地方。嘛，求圣灵帮助你们能够了解进入大卫的智慧。但这个牧师要甲恁讲，内在的管理跟外在的管理，一个真要紧有能力的人，将来设施恁来当做头家，恁要管理上帝所给恁的机会。你们要从内在代表的觉醒，是讲起一个真要紧，是从里面重新管理，对内面出来的管理。一个要管理家己的人，伊才有法度管理外面的世界。所以求天父上帝帮助，亲爱兄弟姊妹，帮助你的囡仔，陪伴你的囡仔，伫上帝面前为着你的囡仔来祈祷。因为世间人算什么，人的囝算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创造亚当，最重要，上帝讲安尼。伊讲照咱的形象来创造人，要互因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精星，甲全地所有的虫拖、所有的虫。伫这个所在咧讲起，上帝创造人类最要紧就是管理。所以听兄弟姊妹，你若是一个会晓处理危机的时大人，你的囡仔将来拄着危机，伊就会亲像你的方式去解决因所拄着的问题。咱若真够管理咱的家庭，咱的囡仔将来的家庭甲婚姻会受祝福。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今仔我要甲咱讲两项真要紧，大人甲囡仔做伙学习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做家己好的生命的管家。所以耶稣的学生安尼讲，人若要管理家己的家庭，伊要怎样会通代替上帝来管理教会呢？所以文道讲，一个查甫人就爱独做一个模范，只有做一个妇人人的丈夫，一夫一妻，婚姻、家庭各方面拢有规矩。所以兄弟姊妹，自我的管理就是一个真要紧做生命的模范。愿咱伫上帝面前明白一项代志：囡仔人足无爱人管，嘛无爱人讲足侪啰嗦的话。因为对囡仔来讲，做自己是一个叫做当大人。所以做囡仔真爱讲，什么代志爸爸你都互我家己做。兄弟姊妹，这是人的本性。但是人应该爱明白一项真要紧，就是我要做一个好的管理者，我需要先受到别人的管理。所以做细汉囡仔的时阵，需要爸爸妈妈的管理，需要老师的管理，需要咱边仔一寡咱的老师对咱的指导。愿恁会通成做一个欢喜谦虚、互人指导的囡仔。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有3个阶段：第一，需要先受管理；第二，伊慢慢有能力通管理家己；最后，伊才有法度成做管理别人的人。求上帝帮助咱的囡仔，因将来有节制、自制的能力，自尊心、自爱、自重。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一个管理者，伊应该有好名声、有品格。圣经伫新约使徒行传咧讲起，初代教会选出什么种的人来做教会的中级呢？第一，伊讲有好名声。好名声的意思就是讲有一个 good credit， 就是伫社会中间有好风评，有一个好的品格，人相信这种的人袂乌白做代志。好品格是这个意思。第二，伊讲伊的内面有圣神，伫伊的心内有智慧。圣神做头前，然后人后壁就有智慧。圣神是咧讲起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有圣神的同在充满，伊就要真做有智慧、有聪明、有策略、有能力、有知识。最后的结论就是用以赛亚第11章第2节，伊讲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面，他就拥有智慧的灵，拥有聪明的灵。拥有策略的灵，拥有能力的灵，各有拥有知识的灵。最后第6项，伊就会产生
敬畏上帝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摆做伙读圣经，其实迄是上帝话讲伫头前，互咱听，就亲像一个好的爸爸妈妈，一个好的生命的管理者，是上帝所设立，伫你的囡仔面前做楷模、做典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囡仔的士大人甲长辈，咱无随随便便。主帮助咱伫伊的面前。耶稣安怎讲呢？耶稣咧讲管理，除了讲去5000个有人能力较大，伊当领受5000的能力。昨日有参加即个查经班，牧师有解释，毋是5000两银，其实迄个字是咧讲去有5分的才干，因为迄个5000两银伫圣经应该翻译做有他连德。他连德伫圣经中间是一个真特别的专有名词，伊的意思就是5000两银的意思。但是迄个他连德这个字，伫圣经的原文后来翻译做英语，伊叫做 talent。talent 的意思就是上帝互囡仔的恩赐。所以愿天父上帝将无共款的恩赐放伫咱的囡仔的身躯顶悬。耶稣将这个故事讲了后，伊阁讲一句话。人若伫小事的顶悬尽心，伊将来就要做上帝大事的管理者。在小事情中，这种人才会在大事情中。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上帝将伊的恩赐责任，就亲像初代耶稣所讲迄个譬如，耶稣讲一个主人将5个他连德交互一个奴仆。将2个他连德交互另外一个奴仆，将来后来将1000一个他连德交互最后第3个奴仆。圣经讲迄个第3个奴仆要食毋讨趁。台湾有一句话，恁知迄个意思吗？意思就是主人交代伊的，伊甲摕去涂骹甲带咧。上帝互伊的责任甲恩赐，安尼就好了了，啥物拢无做，主人倒来的时阵。伊甲挖出来，伊甲伊的主人讲：“你交代我，伫遮我行你。”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的恩赐，是要互咱为上帝做工。愿天父上帝互咱知影怎样来投资。所以伫今日圣经中间，耶稣甲咱讲，做上帝的工人伫小事顶悬爱尽忠。兄弟姊妹，毋通感觉小可的代志凊彩不要紧。兄弟姊妹注意。毋通感觉小可的代志凊彩不要紧，伫小可的代志顶悬，若认真，将来咱伫每一项事顶悬，拢会认真有成就。主帮助咱，所以今日我要甲咱讲，咱做士大人的咱需要做咱的囡仔模范，伫2项代志。第一项，伫内在的管理；第2项，伫外在的管理。伫内在、外在有甚物差别？牧师无真长的时间通解说，但是我讲真简单的几个解释的内容。内在管理有3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人的情绪、人的欲望，甲人的心思意念，这3项代志。现在小可想一下，人的情绪若无法度管理，一个人一定袂平静。恁敢有同意？因为情绪是一个人喜怒哀乐。一个真要紧的最基本的刺激，所以一个袂晓管理家己情绪的人，伊真困难才做一个稳重、平安的人。教咱的囡仔，当因拄着受气，当伊拄着难过时，牧师要甲恁讲，伫恁成长的过程中，恁会有很多的情绪，但是要学习做一个情绪的管理者。恁才知影。要安怎善用上帝互恁的情绪？情绪毋是好甲歹的差别，其实情绪就是上帝创造人对外面世界的一个回应。所以，一个真有感情的人，伊真有可能会当做艺术家，会当写真水的音乐，会当写真水的小说、甲文学作品的人，通常拢是感情足丰富的人。今仔日咱伫电视顶悬有真侪名歌星、明星，因拢是这方面真丰富、有感情的人。
所以你看因咧唱歌，甲牧师咧唱歌无共款。因咧唱歌的时候真陶醉，会无？因连目睭嘛会唱歌，因肢体嘛会唱歌，感情是好，上帝创造的。但是若袂晓照顾感情的人，袂幸福。所以兄弟姊妹，爱做一个内在管理的好的爸爸，伫你的情绪，伫你的欲望，伫你的思想，咱需要上帝的话做咱的思想的基础。所以管理迄个字，也后面的字根也意思，管理的意思是站在某一个绝对的原则顶管。我阁讲一摆，管理伊原文的圣经的意思，有这个意思是讲，你徛伫一个正确的立足点，英语叫做 stand， 还是讲 standing， 就是讲我是上帝甲我放伫这个立足点，这个话，这个思想的内底。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做好的内在的管理。如果恁今仔日做礼拜了后，若有疑问，恁免客气。牧师真欢喜伫私底下，佮再甲恁分享。其实这是咱灵命更新就要紧的内在更新的三项代志：情绪的更新、欲望的更新，跟思想的更新。第三项外在的管理，兄弟姊妹爱教恁下囡仔伫这几项代志小心。第一，无凊彩讲话；第二，无浪费时间；第三，好好管理你的钱；第四，伫你的工作甲生活顶悬，小事尽忠，唔通感觉小小的恶随便凊凊彩彩就过。伫小事尽忠，才会大事尽忠。伫两性的关系，伫婚姻甲家庭的圣洁。所以兄弟姊妹，只若静静想，你会当想到真侪圣经内底真宝贝的话。你会问讲牧师，我想袂起来，你免客气。你若有愿意要问，你会当甲牧师私底下联络。牧师真欢喜将圣经节来甲恁分享讲，我要怎样伫我的言语的顶悬来做好的管家？我要安怎好好管理我的时间？我要安怎好好管理我的钱？我要安怎好好管理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家庭，兄弟姊妹，2000年来教会是安尼咧教囝。我要甲恁讲起英国的清教徒，因咧教因的囡仔趁钱，伊讲三句话：拼命趁钱；第二，拼命欠钱。恁会记我甲你讲过这三句话无？拼命趁钱，拼命欠钱，但是第三句话一定要听，就是拼命奉献。兄弟姊妹，拼命趁钱，拼命欠钱，拼命奉献。伊的意思就是，我是钱的主人。所以清教徒对英国开始，对初代教会开始，因对圣经的体会，上帝互阮做好的关键，阮无应该做乞食、做乞丐。上帝好的关键，应该是有能力，通管理这个世界的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听到耶稣所讲《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在小事尽忠，就必在大事尽忠。耶稣讲：好个真重的路棒，我要将10座城，将一个国家交在你的手上。求天父上帝祝福恁的囡仔，阿免吗？愿天父上帝祝福咱教会的囡仔，所有的囡仔。牧师毋是用成绩看恁的将来，不是用考试来看恁。但是恁爱知影，你们是上帝所爱的孩子，你们每一个人都很漂亮，你们每一个人都很规矩。要相信这是上帝眼中所看的你们，你们可以更好。上帝不用成绩给恁打分数，但是上帝要告诉你们说：“我爱你。”大卫的伊的生命的转捩，就是当伊看到天顶的月亮星星的时，或许伊无听到天使甲伊讲上帝多么的爱你，但是伊的心内有一个感受说，神告诉他说：“我爱你。”所以大卫甲上帝讲：“为什么你那么爱我？”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爱加在恁的信心，也加在恁的一个努力，恁的将来会当更加好。要相信。
只要你们愿意，上帝可以帮助你们做更好的年轻人。兄弟姊妹，今仔日圣经在讲什么主题？生命的自我管理，记起来。如果你若无都完整记牧师对头到尾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甲记起来。上帝，我要好好管理我家己，做我生命的好管家，管理内在，管理外在。天父上帝祝福恁，祝福咱。天父祝福上帝祝福咱的囡仔，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你所赏赐阮每一个囡仔，拢是你的宝贝。主，你知影阮对阮的囡仔有足深的期待。今仔日的礼拜是阮做士大人、牧师、中职，为着阮的囡仔对心内的祈祷。阮只期待这个囡仔将来当进入大笔，有敬畏你的心，有智慧甲能力。所以求你帮助阮的细囝，互因一生享受你的疼。互因有足清楚的自尊心、自我的图像，会当认捌伊家己，知影因是甚物人。所以这是阮伫你面前的祈祷，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的囡仔会当得到你的祝福。我安尼恳求祈祷，我给所有圣名，阿门。这是咱过来唱新诗来引导上帝听。新诗299首，新诗299首，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俄勒主的名，努力一直想转来，无惊风台大损害。主上帝替咱安排，所有好物你出来，着你圣殿来敬拜，俄勒上帝大仁爱，请咱起立用全首。咱着出欢喜的声，感谢
就等来，无惊风台大损害。主上帝替咱安排，所有好命引出来，就一上帝来敬拜，阿拉上帝大恩爱，全世界受主管理，尊当时落地，所甲中上高路袂，爱上几回就结晶，热闹小小也平平，我来吃最好的情，我喜受的气。夜明酒，最后一杯的相拥，主的比赛中临高，永远手背到最后，总是所有梦过。哦，祝生日真快乐！愿主耶稣的再来，最后消息迎出来，这一年的正佳日。我应该头放欢喜，叫你世因高清轻，我应该你人听见，你抓天quân进来，我万一阳光所在。请坐，请咱准备心来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郑牧师。现在做咱用耶稣听你来做咱的交义，甲咱的祈祷。上帝互咱伫听的内底同齐敬拜，来用这个诗歌来做咱的祈祷。耶稣听你。耶稣听你，愿做听，甲咱三个弟弟。耶稣听你，伫你一生中最听的部分就是耶稣永远听，求咱脱离黑暗的关系。脱离黑暗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同心来祈祷。虽然有听见阮教会中间有人心神欠安，我们伫你的面前为着心内有骄傲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天父上帝帮助因伫心内会当因为圣神的同在，因心中的烦恼，因心中的骄傲，会当得到上帝你的照顾。我嘛特别为着阮教会年长的兄弟姊妹来恳求你。主帮助阮教会中间的士大人长辈，主求你互因伫高龄的这个年龄，会通有上帝你特别的稳定充足。主照顾因勇健的身躯，互因出入拢有上帝你的扶持甲帮助。主互阮的士大人，因会当带着上帝你的安慰，伫每一日的中间享受上帝你的陪伴。主啊嘛为着阮的出外的囡仔来祈祷。求天父上帝照顾阮出外兄弟姊妹，或者伫直播网络顶悬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主愿你的听甲阮三甲弟弟，互阮出入拢伫上帝你的帮助扶持。阮同心祈祷，因为你是阮最大的倚靠。阮安尼恳求祈祷，我给耶稣的圣名，阿门。下面咱来欢迎今仔日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几个人哦。首先我要甲咱介绍是一个足特别的，咱的姊妹，伊对纽约来甲咱做礼拜吼，林芳芝姐甲伊的女儿婷婷，咱请伊，咱甲伊欢迎吼，欢迎因，还有就是白立德吼，白立德，咱欢迎因吼，芳芝姐是2年前伫网络顶悬加入咱教会的直播。对迄个时阵开始就有联络，做伙查经，做伙做礼拜。伊拄拄甲伊的囡仔对美国倒来，台湾有一个假期，咱足欢喜，因专工来甲咱做伴吼，甲咱做伙见面，真欢喜，上帝祝福恁。咱嘛真欢喜陈慧的妈妈今仔日有来甲咱做伙做礼拜吼。陈慧的妈妈对台北来吼，咱真欢迎陈慧的妈妈甲咱做伙做礼拜。陈牧师的姐姐吼，丽娜长老吼，咱真欢迎伊甲咱做伙。这是伊的内孙，这边这个是外孙吼，亚静吼，咱真欢迎因吼。好，耶稣听你，请坐。嘛真欢迎如君甲洪明吼，因对大家来做礼拜吼，因对大家来做礼拜。愿主的稳定，甲咱三个弟弟，伫过来一礼拜，无论咱拄着什么种的情景，上帝做咱的帮助，也做咱的倚靠。吼，下面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吼，这礼拜生日的人，有的人无倒来。吼，咱无论什么人，你若生日，你今仔日若有来，请恁来头前。今仔日甲生日的青年拢伫外地吼，咱来做伙来为着这生日的人，咱来祈祷。
主啊，为着施恩、施云、明龙、尤许、信雅、英杰、嘉兴、佩仪、甲素贞、季冠宇来祈祷。主，你祝福这个生日的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祝福因伫你恩典的中间，主你用油抹伫因的头壳，互因生命的杯是甘甜佮丰盛。主要照顾因享受圣神，做因生命的智慧。互因会当管理因的时间，管理因的生命。主愿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神甲因撒甲伫地。愿咱来恳求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咱下面来请报告。这时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主日礼拜9点半伫教堂；祈祷会拜三暗时8点伫教堂；青社课拜六暗时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时7点半伫网路。圣光互赛后礼拜书会，请林安路执事领诗，请青社课。书经请庄纯珍姊妹书献，请庄宏仁执事、冯娟执事。爱餐暂停，新港讲读经表，请咱按表来读圣经。集体交通第一，今年野外礼拜约预定伫8月20举行，地点伫北门与基督教会，请大家预留时间，请已经报名。第二，感谢神奇妙的爱甲连结。今日有缘到对纽约转来的小林亲人陈林芳芝姐妹，以及伊的查某囝婷婷、孙仔白丽德，甲阮共同敬拜上帝，伫主内欢迎因。第三，暑期中总会有一寡活动，请参见海报，会当家己报名。详细报名资料，请问伊经。第四，生日，请为生日的人代祷。奉献报告，若有错误，请按会计人员登记。代祷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着新兴庆安。以及为教会所有长辈的健康平安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代祷。第四，为适婚青年的婚姻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富林积极德克达亚。以上。
感谢主带领的当中吼，这个遐尼热，真正足热吼。即几日足热的，但是遮个细囝，甲咱社区的青年做伙来献血。礼拜四下晡我出去。礼拜四下晡我出去，我看到一个家长，我忽然间时空错乱，我是讲30几年前，这个家长嘛徛伫遮咧等伊的囝，为什么伊即马过来徛伫遮？伊是咱竹东乡一个大师吼，啊，我就甲伊开讲，我讲，伊就讲牧师，我讲你徛伫遮，伊讲我带阮孙仔来，我倒一个囡仔生。伊讲依婷生，伊的囡仔是一个足优秀的，后来去读师范大学吼。伊以前伊的囡仔拢伫咱遮参加，转眼之间吼，伊的囝已经国小2年的，伊专工交代伊的妈妈，伊甲伊的囝带转来，互伊的妈妈讲，你爱送伊去教会。我感觉哇，时间咧过，较会遐尼紧吼，真感谢上帝。咱遮个细囝伫遮陪伴即个活动，啊，咱伫中间有一个足古水的囡仔，叫做白立德，伊读的学校是真特别的吼，迄个内底有足侪语言，类似咱台湾的森林小学安尼。啊，即个囡仔真无简单吼，阮捌看过伊咧受气呢，嘿，我嘛毋捌看过伊咧闹情绪，伊家己佚佗甲足快乐的吼。啊，伊等者特别离开咱遮，咱有一个小小的礼物要送伊吼。那一个小小礼，迄个，咱请白立德，因为你甲带出来。嘿哈，我们要拍手，他是一个很棒的孩子哈。伊妈拍摄啊！我甲伊讲，伊长大以后可以回来当老师。不过那时候我们已经不在这里了。好，这是送给你的，你可以带回美国哈。好，你再回去坐在那，你可以先交给妈妈。好，过来一个是迄个曾雅静吼，那么伊倒来遮学习迄个学习当志工吼。来，咱请雅静来头前。嘿。嘿，这是送他的一个哈，拍个照。不要一直跟他说漂亮，对他没帮助。来，漂亮要有内涵。来，那个好，这个还没有做完，哎，下午再给你。好，你可以回去。哎，咱每一次的营会吼，啊，伊拢毋是买的，拢是咱的青年因家己在几天生活中感受留下来真难得的这个记忆。好，我们很高兴送给他们。咱最后要请牧师带因做一个结束，感谢主的祈祷吼。啊了，咱才要来祝祷，咱大家来甲伊做伙来祈祷。好，请你们大家手牵手，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每个手牵手一起祷告，你跟弟弟一起先祷。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有这样态度很充满了上帝所喜悦的态度的青年跟孩子，特别伫今礼拜中间，他们献为活祭，来带给社区孩子的一个成长营。我们为他所做的所有的一切来献上祷告。我们也要恳求圣灵来照顾所有的孩子的成长，伫因将来成长的过程顶悬。主你的圣贤常常甲因讲话，亲像你甲大笔讲话共款。主你互因会当有敬畏你的心，会当有对天地来的智慧，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的圣神，互因的开力。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来唱，上英的诗歌哈，圣诗500。好，转过来好。咱来唱圣诗513首，请咱起立用全手，用诗煞，请曾牧师接导。咱同心来祈祷，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世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我离开家长，等下甲做伙拍照吼，家长等下甲做伙。爱餐吼，今日爱餐。